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今晡日呢，图文理解乡亲朋友去到剧场来看音乐剧，係一出咧呢客家演唱嘅音樂劇，係來自苗栗藝術中心、苗北藝術中心做嘅全新嘅戲劇。今屆來賓係呢個陶然係馬莎咧，大家分享幾多？一開始咧，繞場係呢個陶然梁繼明，歡迎。大家好，我是那一天彩虹出現的音樂劇導演。歡迎導演，歡迎陶然，聽到個繞場嘅，哇！大家對呢度非常嘅熟咯，對客家嘅節目也好，對客家嘅戲劇也好，都做得看到佢係馬莎咧，佢係呢個七春港，歡迎。大家好，我係七春港，今日嚟睇下小記今日天公出現。耶！哇，好險這個春跟有講到重點吼，那一天彩虹出現。對。導演其實係客家人哎，而且是100%的。對，就是爸爸媽媽全部都是客家人，然後是我記得導演有說迄個關係，然後唔講你迄個台北出生，錯嗎？對。啊，唔講你糖油，糖也是客家。糖也是。啊，你有因為做亞春音樂劇，然後客家話越來越好嗎？應該算好一點，學得稍微好一點。有一些字說，有一些字哦。原來我們客家話這麼講的，對。哦，啊，你知道坐你旁邊順頭了解，其實係你個客語扛把子七春港，對，所以我才找他。有記就冇問題，因為其實春港算是清後生，他對客家貢獻樣20年有好，20年，差唔多。係啊，不過佢下嘅客家話，佢客家話嘅欣賞也好啊，佢嘅語言指導啊，希望就會兒童劇或節目主持呢，客語都講到清好。我覺得我們要多一點充喜春港愛用給你，對，這是特別挑戰。對，代表客家給你感謝一下。大家聽下嚟。好，因為今日老大家對少介啲最副推介嘅一隻全新重做嘅音樂劇，去年又演出過嚟，唔過今年我大家當然負起呢度。台北到高雄要炸過都讓出俾大家看，他到底形容應該一隻戲劇咧，非常嘅貼片吼，你先繞場你來陶然，真簡單同大家來講一下他的故事你係講乜嘅？好，那看起來很美的一個名字，那一天彩虹出現，那當然裡面也是有很美的部分，當然也有一些是在比較我們上輩，我爺爺那一輩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艱辛。那我爺爺是礦務人員，他不是礦工，但是他就是在礦務就是做行政的。然後他剛好出生民國元年，他是在民國元年出生。然後他我從小跟他相處的時間沒有太多。那因為在民國60年的時候，60年有一個颱風叫貝斯颱風，在9月份，貝斯颱風，貝斯颱風過境的時候，他一個人就是堅守他的那個公寮，然後呢，颱風過以後就連人帶房子就都不見了。哇！對，那個時候我才6歲，對，那時候我才6歲。那也就是說我跟他相處其實是有短短的6年的時間。但是我對他的那個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他聲音非常好聽，聲音很低，大概是這，胸透也有，差不多上東後頭，所以非常的低，他聲音非常的低，然後唱歌很好聽，唱歌很好，常常抱着我，然後唱一些歌，那些旋律我有時候有時候都會還會想起來。那我們曉得我們客家人喜歡唱歌，做飯的時候，做菜的時候，我奶奶也在唱，然後在夏天的時候也唱，然後叫小孩這真的嗎？係真嘅誒？真的轉來喲，吃飯嘍，都好像還是在唱歌一樣。我覺得沒有每個家庭都按用嘅，雖然大家會講，不過雖然大家講，大家啲雜茶嘅時節啲做農忙時候會沖散果，所以在這邊真的驗證了。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就是我爺爺失蹤的時候，失蹤了還不能夠下葬嘛，然後還不能夠辦，然後每天晚上，然後那時候我奶奶就坐在她的那個化妝台上面，就坐在那個小化妝台上面，然後開始在唱歌，就一遍又一遍唱，然後那個詞完全都是即興的，詞完全都是即興，那個客家的古調，客家的古調，然後想念我爺爺啊這些。然後就這樣大概過了大概3個月之後，好像其實過了3個月之後，才能夠
有一个葬礼这样。那为什么这个剧名叫那一天彩虹出现，也是我从小就是我爷爷跟我讲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矿区里面，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对，平常彩虹应该有雨过天，要下雨，有下雨才会有彩虹出现。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你如果在矿区山边看到彩虹的话，你就要小心。对，因为那就表示有煤气外泄。对，有煤气外泄，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所以这个剧第一个来源就是因为从小听我爷爷讲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就是我们家人很爱唱歌，所以我们就虚拟了一个爷爷，也就是陈根演的这个角色，他很喜欢唱歌。要说年轻的爷爷，头发黑毛，你往看有爱有他年轻的爷爷，有白个时间阿公。就是我们就虚构了一个这个爷爷角色，不但会唱歌，他还会吹口琴，他会吹口琴，然后还会写各家歌曲。所以底下戏卡底度有吹口琴，有唱歌诶，有唱歌。就是因为俺们按有梦就一个，这很对纯刚来讲很挑战，好不好？完全不晓的事情啊，对呀，舞台卡底边重新来学过啊。哇，好令人期待。所以等于是阿公给故事给导演一个灵感，对，然后虚构了按钮给故事。因为以前有青岛给哈港你其实是做矿物压后、矿工压后，那是过去很重要的一个时段。比如说在这一个这个舞台剧底度要做的看到按钮给故事，也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生活。像首演完的时候，因为这是苗北的苗北艺文中心作品嘛，苗栗县长也有来看，他看完以后大感动，因为他里面看到就好像他小时候的那个一些情节一样，对，因为家庭也是矿工的家庭，对，哇，太棒了哦！大家看到谈到安永改这故事，那可是慢慢有喜气，想过，哎呦，到底会形容应该内容，就得好好来看一下。我刚下咧访问投案之前有问过基吼，有问过导演，他说，导演，你做这个音乐剧，你做要允诺他有欢喜吗？他说，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我觉得开心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创作的实践。不过我觉得冲掉一讲说很自在，动词才。对不对？我就觉得很舒服，听客家话，然后唱客家话，然后有很多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听过，可能现在忘记了，然后一些用词，一些用词，然后听演员在对词的时候，又开始慢慢找回来。然后我最开心的事情是，我们是去年11月演出的，那事实上筹备是从前年的大概5、6月开始，2022，对，前年大概至少有有1年半，然后我一知道这个我就很开心，跟我妈妈讲说我明年要做一个客家音乐剧，要讲客家话，到时候一定要你。妈妈的反应黑吗？该妈妈的反应，她就一直笑啊。我妈妈，我觉得要叫妈妈来看戏耶，很像，很像，就是这个定妆照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好笑，就是对，除了头发少了一点以外，对，很像那个关姐这个样子。太棒！看头然分享故事啦，吼，头然分享佢嘅心情。讲到春根去做动作嘅戏剧，主持动作。不过对你来讲，係第一擺全部講客家話，從客家歌曲，現在還加上吹口琴。我剛才才知道，很多你的第一次，要不要分享一下？還是你覺得輕簡單還好？冇單啊，輕簡單。他就舞蹈。跳舞啊！跳舞啊！导演还知道你所有难的，你都交给他，挑战他。而且我们的舞蹈老师一芳老师是很厉害的舞蹈家，他编的舞给舞中他都懂有个意思的。哎呀，现代舞，韩国大摆排时节，欣赏会知道，那边有多加一些的感情，通过他。多一些的，我就他大一些的，就要跟着老师的这个节奏，用他来练雅舞，然后太敢用他来跳群舞啊那些部分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你知为什么吗？因为每次都给对佢来讲轻简单啊。冇啦，因为俺音是给轻旧诶，对俺来讲，其实已经是很会演戏，然后你看他也会有一些给他做的像舞台剧，像小丑呀后啊，所以
跳舞对你来讲唔会真困难嘛？跳舞很难，隔行如隔山啊，对不对？这个冇空用，系啊。那你有欢喜冇？要不然导演说轻欢喜，其实没懂欢喜，都会了解讲桃园去欢喜的所在嘛，就一种本个母语包围的感觉。哎呀，就回到这种大地之母、客家之母那种感觉，而且现在的小孩子大概都不会讲，就是我们的演员也都不会讲，然后听他们好像一句一句的在练，一句一句的，然后把客家的那个这个歌曲啊唱得这么动人，我情感通吼，哇，还有动都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讲。大家好，我是果陀剧场艺术总监梁志明。那这一次呢，担任那一天彩虹出现这个客家原创音乐剧的编导。一开始的时候，我接到这个任务，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做音乐剧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但是做一个客家音乐剧对我来讲是第一次的一个挑战。大家好，我是郭子乾啊，我在那一天彩虹出现的剧里面呢，我是饰演一个李长博。跟大家嘘寒问暖之余呢，我们产生了一些客家里面的一个相互互助互爱的一个故事。在剧中我饰演金来嫂，坚强，然后也很有生活态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又抱怀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希望她居住在美国的孙子可以回来台湾陪伴她。挑战，但也很期待，就是练客语，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语言。大家好，我是陈国华，我是那一天彩虹出现的作曲还有音乐总监。这次的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传承的一个精神，然后放在现代的时候，它如果融合。我在第一件事情在写这个剧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要让客家人听得懂客家歌，所以我会尽其可能的把这个客语的语言最传统、最重要的那个音韵的文化，把它传递出来。阿玲的个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爽朗、直接，然后会非常活泼外向的女生。然后再来，她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那 Someday Over the Rainbow， 有一天，那一天彩虹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看到另外一个更特别的、更别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那我想这是这出音乐剧想要带给人。来看客家音乐剧，给音乐天穹出现。What？ 一定要来看戏哦！听说来看戏哦。其实该团短改2分半，其实已经把很多的演员阵容，然后包括像音乐总监，然后戏卡来少改到非中改咪细哦，本大家看到可能很好笑，大家都去卖票来看戏。不过讲到了，还有看到纯根的脸，涂的雾哈，无拉舞哦，严重来看迄个讲，哎呀，你无拉舞哦，我喊他舞，哎，讲到雾色的嘛，只剩下牙齿安永木竹牙齿拍的啊，哇，这次的演员阵容算很豪华，旗舰版，真的重量级的演员，对不对？而且都是我的第一人选，对。哦，导演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选择这些演员成为你心目中的第一人选？安永你好，那先讲关灵芝，对，关姐，对，关姐，她当然我跟她认识很久很久了，大概有30年、20年到30年应该有，对，从她很年轻唱 jazz 的，然后唱那种非常有爆发力的时代，我就做过她，然后我也有那时候。我也有请他来演过我们的戏，对，算是一个演唱会了，跟蔡琴，然后跟齐豫，对，齐豫，对，3个人的演唱会。那在那一次，我就对他的那个声音，非常非常惊艳。然后后来当然知道他得了那个客语的最佳女歌手奖，然后
这一次在想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人选就想到关老师这样。那果不其然，他等于是这出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柱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柱子。不管是戏也好，然后或者是歌也好，他非常非常认真。那当然他自己本身母语就非常流利，但是他不因为这个而满足，他的里面他所有的用字、遣词，他都还是非常非常讲究。对，然后当然另外呢，郭子乾郭哥跟我合作过很多次了。那对于他的敬业，然后他的各种弹性，他表演上面各种喜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那这一次邀请他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客家话讲的并不是很好。做对了，很做对，很做对，清音整练算半个客家人，半个客家人。所以刚开始排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替他紧张，对，有点替他紧张。奇怪，明明这剧本上只有两行话，然后他都讲的这样，结结巴巴啊！我在想啊，糟了，这可能需要很多时间的练习，但是他总是不会让人失望。我觉得郭哥动体撇改提凤，就你知道他是那种打仗型的，就是上场型的演员，就他一上场就没问题，场上见，没错，就会按钮你。对。可是讲台词这个，特别是客家话，你不能。他不能讲错啊，而且对，又不是拍戏讲错了可以喊停，对，喊停。然后有些字眼或有些字眼，因为你一错一个音，它整个都不一样嘛。对，虽然我讲的不好，但我起码我还听得出来，对，听得出来眼泪跟眼睛这两个木字，他这个他每次都会讲错。对，木字，有时候木字啊、木足啊，有时候他分不清楚。我很感动到木字不喷出来，眼泪要喷出来，会讲成眼睛要喷出来，吓死人，吓死人了。对，像这种我还听得出来。对，所以有时候，他一讲错，我就会，又讲错了，对，但是郭哥真的非常非常敬业，在剧中也演得非常有趣。然后我其实最妙的一个选择是倪安东啊，对，是最，大家唔会想到很记，对，最妙的是倪安东啊。那原本故事就是设定他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 ABC， 对 ABC， 但是因为他的太太是我学生，就是管庆，他太太是我学生，然后呢，我一想到这个从国外回来，那我干脆找一个看起来是外国人的人好了，对，反正好啊，对，刚刚好啊，然后找他来的时候，我还特别挑了戏的大概3、4行话，然后请他就是用拼音，然后讲客家话。就是客家话，然后请他录给我听听看，然后听听看怎么样？我一听，其实跟我讲的差不多还不错不过其实在戏里面是在广为转落一个嘛，所以讲好有 ABC， 对 ABC 刚刚好，对，诗演，但歌唱的很好，对，然后但是唱起歌来的时候，那个客语就完全流利，非常流利。对，这个就要好好夸赞我们2位作词跟作曲大师，钟永峰老师的词，还有陈国华的曲，那他可以他可以把每一个那个客家语言每一个字，它都那么合辙合律，一字形，对，尤其永峰老师听起来好舒服哦，听起来好舒服。然后我做音乐剧有的时候是先写曲，然后再作词。有的时候是先写词再作曲，那这一次呢，陈国华老师他就要求全部先写词，然后他再来写曲，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旋律对 match 才会跟音律，所以他每一次教出来，因为国华老师客家话讲得非常非常好，对他们2位都是客家话都是母语，而且讲得非常非常好。那每一次演员还没有听到歌曲的时候，我自己每一次听到我都非常的感动，就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好，跟线上突然你冇好好讲下，你顺头了解矿工春耕。好，对，那当然。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纯根我是请他当客语指导，对，这个是他本行嘛，就是当客语指导。我们在排练之前，就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读剧会，读剧，然后把剧本就是整个上半场连歌带戏整个读过一次，然后那时候演员不是这一批，唯一是的就是吴又涵女主角，对，唯一跟去年一样的是这一位女主角，因为又涵是我研究所的学生。对，当然毕业很久了。他从这个歌仔戏系，歌仔戏学系，然后毕业以后到我们师大表演所，然后完了以后，他现在还是在很多的传统戏剧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演出。那所以前年我们在读本的时候，我就邀请纯根来做客语指导，然后在整个剧本完成了以后，我觉得。这个矿工爷爷，年轻的爷爷，金来，年轻的这个爷爷，非常适合他，对，然后他可以，而且这个戏不是很重，但是很重要，戏不是很多，但是很重要，所以他可以在排练的时候，除了他专心他自己的角色的部分，他也可以分出来去看其他的演员，对，所以纯根在排戏的时候，他都很认真的盯着每一个演员的各家话。我讲一个看模礼貌的，就是我觉得跟纯根合作就是赚到，你知道？你听他心情吗？就是你看可以一物多用，一人多用。我哪黑拍摄很高，整体完有的感觉就觉得哇挖到宝，然后又做点周希，然后呢你发他来对，也会周希，然后那个又可以顺便帮大家盯一下盯场给他嘎发用然后又可以交流，我就觉得哇会有挖到宝，应该会感觉。对，不过这个有事弟子夫妻劳了，因为对，因为他的太太也是我学生。对，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哇，这个是这个大泰雅可能可能有纯根是纯根跟后朋友，还有给脸书演唱底，那爷太太也是在一个剧场界，也是音乐非常的优秀，是另外一个才女。对，所以的学生也是我的学生。对啊，对，他是。好了，你们全部在一起啦，你们全部变成一个哇，好厉害，这个能量大爆发，有没有？本观众带来好的戏剧啊，就太感觉清明谷来做好了。你看啊，纯刚讲清明谷来做，知道有一只滚量青葱，有给同大家的朋友就会，其实按导演下来也希望讲大家做啲买票。看戏，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可以慢慢的建立。selfie 艺术啦，错，大家冇一种习惯。嘿，以前就会知道看戏就会5、4千呢。我就野台啊，野台戏啊你啊，不过野都安尼，卡床底不赌，种花都会钱。Viso 啊，演啊，散夫啊，而且这次不止台上很精彩哦，就是乐团，我们还有现场的乐团，还有合唱团哦，对，还有合唱团。因为贝尔斯嘛，感觉嘛，该都会钱够，你钱跟演赢啦。我觉得是艺术欣赏，对不对？支持，然后我觉得也让大家慢慢去习惯，培养大家买票去看从来看戏哈，还有多精彩的故事，大家莫走，你等下怎来讲？你今日介复习类咧，图你介向去票去剧场来看戏，介日强出现，迄个会了强是安样讲？迄讲迄戏演叫做介日天强出现，你读台北又染出，读高雄又染出，等下10个老大家咧讲一摆，到底嘛个细节咧染出。不过讲到咧你少介咧故事啦，突然又少介多染系嘛介，其实音乐当丰富吼，戏剧介故事啊当精彩，大家听着当期待。不过你生咧真行呀，你要在单眼用法给讲，就是这个你要在单眼就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可是就是不会先让大家事先知道，对不对？所以总得想很久。可是我看了一下题目，其实跟戏蛮有关系的啦。比如说台港不是竞走，我先问第一题哈，第一题先问一下纯根这样。恰莫以他在这个剧场里面，梁导在这个剧场敌度嘛，提个口头禅，嘛该口头禅。懂好，懂好，很好，真的吗？真的，哇，导演也很会鼓励人哦。对，懂好，哇，没有别的一些比较什么骂人的话或者什么的。
对，大家都懂什么啊？太高主动什么？对啊，你看好正面，我们投颜色，好正面，请正面懂后，懂后，哇，好棒哦！好，那再来。也问一下纯港后好，这个剧中印象最深刻跟一激发，不一定要自己的，很难吧？你看那么知性。有啦，我还记得，毛边戏全家毛边戏全家，我知道，就是一边戏全家，西起嘎，这个也算是那个时候对矿工的矿工故事的一句话，因为你本身伫底度就会走暗用给角色，这个去做些嘅特别风险动态咩，所以讲一边就西起家，啊，不过毛边咧，毛去做些几副行业，中下就电真去。20番，故说某边就洗全家。我觉得这听起来真的对，很欣赏。对，而且我还发现，因为我看纪录片，我看，因为做这个戏，我看很多矿工的纪录片，不只是这句话，还不只是只有客家版，然后也有台语版，对，然后一模一样的话，对。而且你看到纯根会不会对于亚基班按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去家底底度会做暗用嘅角色，你是不是因为？因为亚个角色，其实你对矿工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啦，跟你以前知道的可能落差有一些太。有啊，因为做呀个角色一天要做功课，韩国拄好讨厌嘅阿公嘛，咩去做嘅大摊的人，关键讲佢夹球咩去。哇，关键就客家人青岛系啊，不说真人懂多，系啊，就讲因客家人嘅精神就做在底啊，大摊底边歌场底边都本太家人饮食。真的是这样，真言养你哇，这个可以这么的从这个纯根的嘴里淌都按用给发，很震惊，太震惊了，因为蛮严肃的，真的。对啊，故说几杯，你看几个京剧，对你来讲，压出一个京剧就会。可能他是个武侠咩多动动演的，有声音的，更能体会按用给感觉哈。有时候出门走一个时间，会说啊好累哦，我们看到小朋友轻瞪一下给脸庞的时候，好爸爸我一边一下，必须加油。错，就是这样的感觉哈。好的，周队，导演，你都得用一个词，要一激发哈，来形容一下这个纯根嘛，所以都可以。开朗，我觉得，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开朗的人，看起来很开朗，但事实上本来也是一个很开朗，然后他有一些很有正能量，蛮有正能量，能够对，在一个团体里面，他可以有一个火车头一样，可以带动这个团体的气氛。那刚才来问一下哈，就是你在脑部做这个直接本台大概感觉到英雄，于东英在外面就是很正能量，他好像是一个带来欢乐、很正能量的人。那你觉得你爱用给你吗？应该算黑啦，就是会很有趣，好笑的事情就会跟你讲安呢。可是你知道你黑内外合一这样子。内外合一嘛，算黑啦。掌声鼓励，这件事情轻松有很棒。好，那你有没有大概一句话呀，还是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下我们的梁导，形容一下理解投燃？算是重朴实，把这个各方的这种重料的料理，然后给夹香下，然后变出一种东好的料理，本所有的人看，所以是冇简单，真劲哈。那我问一下哦。那如果导演你不要当导演的话，你想当什么？你做导演做吗？导游。认真？真的，我很会介绍各个地方啊，而且我旅行的经验非常丰富。对，我最起码去过70个国家，哇，至少50到70个国家，应该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好，对，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是去了又去，对，比方说曼谷啦，比方说福冈、熊本，对，然后每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如数家珍。所以你很愿意当那个导游，然后比如拿一下麦苦点，对，然后介绍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有什么有趣的，然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这样。这个我很难想象哎。纯根因为纯根其实真的斜杠青斗哈，所以我吃到哪个问题中得问讲啊，你如果不当演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如果不在媒体界，你做得包这个产业，如果你不做亚的事情，你就会做吗？该卖球鞋，卖球鞋，真的啊，我喜欢球鞋。等一下，喜欢球鞋跟卖球鞋某相用哎，但是动作中到底数起来啊。这我的宝贝，我就把它收进来。我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是，他就有400多双球鞋，
对。可是他是收集，你看他想要卖球鞋，他想要成为卖球鞋给你，成为大盘商啊。哦，那做他都有，很可爱。卖不能递给你懂货的识货的人。啊，对，因为他肩拜看到你穿来的鞋子都好干净。今天鞋子有没有很干净？你看，对，导演你看，你就你肩拜走给海都非常的干净，然后整齐，然后有时候我以为只有我那个学生没有，有时候就会吃到底是贴豆钱嘞，花太多钱在买球鞋，有吗？有没有？会有。贴不会啦，有时候现在有收敛，然后买本身一点。哦，好的。最后一题，导演，你最讨厌吃的东西是什么？香蕉。哦，台湾曾经是这个香蕉王国，我连大概摆30元我都不行。是味道吗？是味道吗？闻到那个味道，你是生理上会不舒服，按用你就是很不行，就是不行。对，我是一个天呐，我是一个食欲非常好的人，所以看我身材就知道。就是你也是喜欢吃东西，我很喜欢吃东西。我也是。对，但是看到香蕉我就躲远远。很多人不吃那个香菜呀，有冇哈？我讲系天一拜糖都用这种。没有你唔是个木瓜有个味道，也有个味道。我讲个笑话，有些人讨厌一个东西到什么地步？我们一群人去吃饭，然后那个去吃铁板烧，有一个演员叫严家乐，你知道吗？对，那厨师就把那个豆芽，那个不是有豆芽菜吗？一丢在他面前，他就跑掉。有些人是这样子哎，他那个不是不吃，给会痒。我有听过人怕葡萄的，对，看到葡萄会痒哎，真的，一样的那个家乐姐。豆芽菜俺同时也不吃，所以俺不会吃。可是木瓜可以想象，可葡萄俺天一拜糖豆。因为很怕，你讲一定要懂得你讲啊，一定要东西青豆嘛，对啊，你就讲啊。哇 ，OK， 那齐春刚，你最讨厌吃些东西吗？你这个表情做那么足，你最好要跟我讲出一张东西。都喜欢吃，你可以都喜欢，你可以没有。应该是姜马吧？卖会是姜马。姜母嘛，姜母应该很少人会吃吧？姜母鸭牛个啥？姜母鸭都得食，唔会去食姜本身。姜马本身，你去吃个日本料理，姜丝做的，吃小笼包吃一定要姜丝啊，那个可以，但姜母鸭底不会读那种姜嘛就做唔得，因为某人会吃的。有啊，青岛也会吃姜嘛，老姜的肉姜嘛那种。青岛跟你们讲个姜嘛，还会吃，你就吃到哇，这吃起来很清油密稀，对身体又清好。你看是不是大家很难想象？哇，今天亚视节目终于知道，原来导演。好是姜，纯跟好是姜吗？时间到最尾是不是快问快答有点好玩？对，纯跟我们好好让大家来讲一下，到底呢，马来西亚的让就请大家好好的卖票一下。好，4月20號，還有4月22喺啲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還有5月25，還有5月26喺啲高雄嘅 Vivo 營嗰邊嘅歌劇夜店嘅表演。哇！希望大家多多嚟支持一下。去陪動所，我睇嚟講，嗰4月20擺了下就2點半，然後7點半所以緊要2場哦。24號緊要係2點半，喺度高雄係講你到高雄嘅朋友要去到台北中然是做得去到高雄嘅這個衛武營來看哦，強榮都係擺了係下午7點半，好，禮拜日下就2點半，所以我們要在哪裡買票？ OpenTix 兩場煙，書票那桶。你看幾個他搞法幾好，那就是靠私有嘛。OpenTix 做的，英文做的。哦，所以去到兩淡然，這才是快問快答吧？對，這送名來賣票哈，所以這次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期待，東大的台給大家期待哈，因為又昨天講他講應該是說。 第一次這種完全煙囪又按到夠 Q 感，而且它是現代的哦，不是傳統的客家戲哦。嘿，它地圖又跳舞吼，所以咧，哇，真的是，所以今日感謝頭人都感謝你個春港吼，大家有閒家家攞買票攞去看戲劇，所以天天下咧邀請你所有鄉親朋友咧做認同咧。 好看福喜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